近日，一則重磅消息好似炸雷咁喺香港娛樂圈爆開。64歲嘅黃日華，呢位曾經喺銀幕上塑造咗無數經典角色，譬如靖哥哥喬幫主嘅藝人，被踢爆同女星關寶慧低調搞婚禮，正式展開人生新一頁。消息一傳出，即刻喺全港引發熱議，各大媒體都爭住報道，街頭巷尾都喺度討論呢場備受矚目嘅婚禮。時光返到2020年5月26號，嗰日真係令到好多人揪心。黃日華嘅摯愛梁潔華因為病離世，從此世間少咗一對恩愛夫妻，多咗一個心碎嘅人。喺梁潔華嘅喪禮上，黃日華悲痛到極點，佢當住好多人嘅面鄭重發誓：我嘅一生只會有一個女人，就係梁潔華，我呢世都唔會再娶。嗰種悲痛嘅神情，堅定嘅誓言，令到好多人感動到喊。呢段心情厚誼都成為咗娛樂圈嘅一段佳話。不過命運好似成日都中意同人開玩笑。就喺梁潔華離世3年之後，黃日華同關寶慧嘅緋聞就開始傳到沸沸揚揚。2021年9月，有媒體影到黃日華同關寶慧喺半個月內2次約會，兩個人關係睇起身好親密。呢個消息一曝光，即刻就引起咗軒然大波。網友們對呢件事睇法唔一，有人表示理解，覺得人應該向前睇，黃日華有權去追求自己嘅幸福。但係又有人指責佢違背咗對亡妻嘅誓言，係個負心漢。面對外界嘅質疑，黃日華同關寶慧冇正面回應，只係保持沉默，令到呢場緋聞更加撲朔迷離。時間去到2023年9月，一則更加驚人嘅消息傳出，黃日華向關寶慧求婚成功。呢個消息好似重磅炸彈咁，即刻喺網上炸開咗鍋。網友們紛紛指責黃日華食言，違背咗當年永不再娶嘅承諾。面對鋪天蓋地嘅質疑聲，黃日華依然選擇咗沉默，而關寶慧就幽默回應：我好緊張啊，我等着佢寫大結局呢。就喺外界猜測紛紛嘅時候，又有內部人士爆料，黃日華同關寶慧其實早已經秘密籌備婚禮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呢場婚禮籌備得好低調，只有少數親朋好友知。黃日華好似有意避開公眾嘅視線，唔想令到呢場婚禮成為眾人矚目嘅焦點。對於呢場婚禮，黃日華嘅女兒黃子晴表現出好大嘅支持。喺接受媒體採訪嘅時候，佢微笑住講：爸爸值得幸福，媽媽喺天之靈都會希望佢開心嘅。黃子晴嘅呢番話，無疑係為呢場備受爭議嘅婚禮增添咗一抹溫暖嘅色彩。佢深知爸爸呢啲年來嘅孤獨同痛苦，亦都希望爸爸可以重新揾到屬於自己嘅幸福。而圈內好友們對呢件事態度都唔一。苗僑偉作為黃日華多年嘅好友，喺接受採訪嘅時候表示：只要華仔開心，我哋就支持佢。人生苦短，可以揾到一個相伴嘅人唔容易。苗僑偉嘅呢番話，無疑係對黃日華嘅一種支持同鼓勵。不過，亦都有啲好友對呢場婚禮持保留態度，佢哋擔心黃日華會因為呢件事受到更多非議。婚禮當日，現場佈置得好低調，但又好奢華。婚禮地點選咗喺一間私人會所，呢度環境優雅，私密性極強。會所外面冇媒體嘅長槍短炮，只有少數被邀請嘅親朋好友陸續到場。黃日華着咗一身剪裁合身嘅黑色西裝，精神奕奕，臉上洋溢住幸福嘅笑容。關寶慧就着咗一身潔白嘅婚紗，好似仙子落凡妮咁美麗動人。兩個人手挽手，慢慢行入婚禮現場，嗰一刻好似時間都靜止咗。現場佈置簡約，但又唔失浪漫，白色嘅鮮花同蠟燭點綴喺度，營造出一種溫馨而又神聖嘅氛圍。婚禮儀式由一位神秘嘉賓主持，據說呢位嘉賓係黃日華同關寶慧共同嘅好友，喺圈內有好高嘅威望。喺婚禮上，黃日華發表咗一番深情嘅致辭。潔華永遠都係我心中嘅摯愛，但生活仲要繼續。寶慧喺我最困難嘅時候陪伴住我，俾咗我溫暖同力量。
我希望我哋可以一齊走過未來嘅日子。呢番話既表達咗佢對亡妻嘅思念，亦都表明咗佢對關寶慧嘅心情。關寶慧就眼含熱淚，感動咁講：我知道外界有好多質疑聲，但係我唔在乎。我相信我哋嘅感情，亦都相信華仔嘅為人。我會同佢一齊好好生活。不過就喺婚禮進行到一半嘅時候，意外發生咗。一位神秘女子突然闖入婚禮現場，佢情緒好激動，大聲質問黃日華：點解你可以咁樣？你忘咗對姐姐嘅承諾咩？呢位神秘女子嘅出現，令到現場氣氛即刻緊張起來。眾人紛紛猜測佢同梁潔華之間係咪有唔為人知嘅關係。面對神秘女子嘅質問，黃日華面色微微一變，但係佢好快就鎮定落嚟，輕聲講：我好感激你對潔華嘅感情，但生活唔可以一直停留喺過去。寶慧對我嚟講好重要，我希望你可以理解。但係神秘女子就唔肯罷休，佢哭訴住講：姐姐生前最放唔低就係你，佢為你付出咗咁多，點解你可以咁快就忘記咗佢？原來呢位神秘女子係梁潔華嘅遠房表妹，佢一直對梁潔華同黃日華嘅感情好關注。喺梁潔華離世之後，佢睇到黃日華咁快就開展新戀情，心中好唔滿意。就喺現場氣氛陷入僵局嘅時候，關寶慧走上前去，輕輕咁握住神秘女子嘅手，溫柔咁講：我知道你心裏唔好受，但係請相信，華仔對潔華嘅感情從來冇變過。我哋亦都會帶住佢嘅祝福，好好生活落去。關寶慧嘅呢番話，令到神秘女子嘅情緒稍微緩和咗啲。不過呢場意外並冇就此結束。神秘女子突然爆出一個驚天秘密：姐姐生前曾經留低遺囑，佢希望華仔可以好好照顧自己，但同時亦都希望佢可以揾到一個真正識佢嘅人。但係佢都講過，如果華仔喺短時間內再婚，佢會好難過。呢個秘密嘅曝光，令到現場再次炸開咗鍋。眾人紛紛猜測，黃日華係咪知道呢份遺囑嘅內容？佢嘅再婚係咪違背咗梁潔華嘅意願？面對呢個突發情況，圈內好友們嘅反應都唔同。苗僑偉第一時間站出嚟為黃日華講嘢：華仔呢啲年過得好唔容易，佢一直好懷念潔華。寶慧係個好女人，佢哋一齊係緣分，我哋應該尊重佢哋嘅選擇。而另一位好友就表示，華仔咁樣做確實有啲欠考慮。畢竟佢曾經發過誓，但係人唔可以一直活喺回憶裏面，希望佢可以處理好呢啲關係。黃子晴都趕緊走上前去安慰神秘女子：阿姨，我理解你嘅心情，但係爸爸同媽媽之間嘅感情，我哋都清楚。媽媽喺天之靈都會希望爸爸幸福嘅。喺眾人嘅勸說下，神秘女子終於冷靜落嚟，佢望住黃日華同關寶慧，慢慢咁講：可能係我太執着咗，既然姐姐都希望你幸福，咁我都祝福你哋，但係希望你哋唔好忘記咗姐姐。講完，佢轉身離開咗婚禮現場。呢場婚禮雖然因為神秘女子嘅出現而出現咗啲波折，但最終都係順利完成咗。不過婚禮結束之後，輿論風暴並冇平息，各大媒體紛紛報道呢件事。網友們亦都喺網上展開咗激烈嘅討論。支持黃日華嘅網友認為，人應該向前睇，黃日華有權去追求自己嘅幸福。佢同關寶慧一齊，可能係梁潔華喺天之靈嘅安排。而反對嘅聲音都唔絕於耳，佢違背咗自己嘅誓言，對梁潔華唔公平。咁樣嘅行為令人失望。面對外界嘅質疑，黃日華同關寶慧選擇咗沉默，佢哋知道無論講咩都唔可以平息呢場輿論風暴，佢哋只係希望時間可以證明一切。喺婚禮結束之後嘅一次採訪中，黃日華終於開口回應：我知道外界有好多質疑聲，但係我同寶慧係真心相愛嘅，潔華永遠都係我心中嘅摯愛，但生活仲要繼續，我會帶住對佢嘅思念，
好好同寶慧生活落去。關寶慧都表示，我哋會一齊面對未來嘅挑戰，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俾我哋啲空間。對於未來，黃日華同關寶慧充滿咗期待，佢哋希望可以過上平靜而又幸福嘅生活，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嘅祝福。而黃子晴都表示，佢會一直支持爸爸，希望佢可以一直幸福落去。隨着婚禮事件持續發酵，又有內部人士爆料稱，黃日華同關寶慧嘅戀情其實早喺梁潔華離世之前就已經開始咗。據說當時梁潔華已經身患重病，佢知道自己時間唔多，就希望黃日華可以有一個好嘅歸宿，於是佢暗中撮合黃日華同關寶慧。呢個爆料再次引發咗軒然大波。如果呢個係真嘅，咁黃日華嘅再婚係咪真係梁潔華嘅意願？佢之前嘅沉默係咪為咗保護梁潔華嘅名聲？對於呢個爆料，黃日華同關寶慧依然冇正面回應。但係黃子晴喺一次私下場合表示，媽媽係個好善良嘅人，佢一直希望爸爸可以幸福。如果呢個係真嘅，我相信媽媽會祝福佢哋嘅。黃日華嘅呢場婚禮唔單單係一場娛樂圈嘅盛事，更引發咗人們對愛情同承諾嘅深刻思考。喺愛情面前，承諾係咪真係咁重要？當生活發生變故嘅時候，我哋係咪應該堅守曾經嘅誓言？可能每個人心中都有唔同嘅答案，但係無論如何，我哋都應該尊重每一個人嘅選擇，亦都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幸福。喺呢場全港矚目嘅大戲裏面，黃日華、關寶慧、黃子晴以及嗰啲圈內好友們都成為咗故事嘅主角。佢哋嘅故事會繼續喺香港娛樂圈裏面流傳，成為人們茶餘飯後嘅談資。而我哋亦都會繼續關注住佢哋嘅未來，期待住佢哋可以俾我哋帶來更多驚喜同感動。喺呢場充滿懸念同爭議嘅婚禮背後，我哋睇到咗人性嘅複雜，亦都睇到咗愛情嘅力量。可能呢個就係生活嘅魅力所在，永遠都充滿咗未知同可能。等我哋拭目以待，睇下黃日華同關寶慧嘅未來會書寫點樣嘅篇章。